同款是偷盗废弃物，另外这是台中雾峰的居民呢，因走去报案，讲这建商甲建筑废弃物倒伫因家的门卡口，已经违反着废弃物的清理法，要求警方都爱来追查。也那自救会是表示讲，目前呢这拆除的官司是犹搁咧拍，希望讲因会当来确保大的权益。一车的废土直接倒伫厝体的门口，有住户记载袂牢，直接坐伫机车顶和建商咧对赌。 伊讲，嘿啊，这就阮的，伊说因的权利就对了。反正因买去啊，因安怎安尼讲。但是发生伫今年5月底，台中雾峰6股地区的民众指控讲，建商甲建筑的废弃物乌白倒，甚至用重机具要拆除，指控建商恶意要逼因签署。 第2日去台中向保七总队第3大队报案，指控建商违反废清法，要求追查废土的来源。台中市环保局嘛有受理相关的订正，已经依法处罚。拆除了石棉瓦，直接露天堆置，那我们当场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第36条规定来告发处分哦。我们已经处以新台币12万元的罚款。当地民众讲，家己和祖先世代住伫遮。 自早拢含原本姓林的地主，用租约的方式使用土地，嘛拢照约纳租金。不过最近大家拢收到准证信函，才知影土地已经伫2023年6月卖予建商。即马28号徛起内底有16户方要求爱签署，其中2户讲强拆。我们很多住户就是接到了拆屋还地的那个诉讼，嘿，一直在迫迁我们，一直在赶我们走。那个有住户。 还在诉讼中，他还是强行把他的屋子拆掉了。因为地主被占了也很可怜啊，前地主啊。那我当了新地主，当了2年，我也没有跟他收租啊。我的前地主在跟我买卖的时候，他到地政事务所去，根本他就是说我没有租给这些人啊。建商强调讲，因是透过合法的程序摕到土地的所有权。 再甲已经领补偿金的住户的厝拆掉，并无强迫人迁走，卖积极和其他住户沟通。不过住户希望主张家己有优先购买权，目前双方无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